哎，这他妈的现在什么不对不对？哎，得了，当个什么？啊，得了，马克什么？哎呀呀！过来，赶紧过来！输得了，动人就过来了。这把我来动了，好嘞，好嘞，我到别人去吧。哪里加油！好了，加油！走！哪里加油！你说那怎么不知道？我只要分钟不得没吧？你说那怎么不知道？没事了，我吃大没吧？说，哎，一听我，买嘛，家弄个店，喂吧，红枣。